咱来去台北拍拼哦，什么好康的拢伫遐。高雄的青年局希望会当拍破这个迷思，所以5天来哦办实习媒合计划，伫去年哦成功牵成上千个人。统计嘛显示讲有超过70%的学生哦毕业了后，佮继续留伫高雄食头路。 摕出念影的器材，摕出差来做准备。往南去高雄念电影系的单位函，去年3月，大学4年的上尾一学期是透过青年局的大港青年实习平台的媒合，变做影像公司的实习生。毕业了后正式留任，因为看到高雄影像产业的前景，佮决定变做甲高人。台北的影像产业已经很饱和了，那我个人觉得高雄在这一块。 它硬体越做越好，例如说高流啊、博尔那一块，其实硬体已经慢慢越做越好了。那缺的就是软体，那当然觉得说我们这样也可以在高雄可以有发展的机会。含单位和电脑饼的，就是伊的前头家，现任的甲股人翁端宏。伊原本去北部发展，伫台北才暗2年了后，决定登去高雄创业。虽然暗量稳定，所很南部是真歹找人。影视行业求职人又在北部居多，所以其实平台上面来说很难找到。那我之前也有试过在脸书平台上面去。 但是好像现在年轻人族群也不太容易在上面就不太关注脸书上的东西。2个人才短短1冬外做工课就已经真大把。根据青年局的统计，去年计划媒合的人数第一摆破千，到1016个人。落尾留任的有751个人，占74%。实习生内面有306个是对外县市来的，落尾有76%拢总233个人。因为计划决定到伫高雄就业。这些青年伙伴，让他们能够在高雄读书的时候就了解高雄的产业，进而有机会在高雄就业。我们也要防范北漂，高雄的青年失业率逐步的下降。青年局分析服务和技术这产业徛的人上多，媒合到上悬的是学术教育和辅导，会当看出学生对各产业的好奇，透过实习提早入来到工课场，唔但会当让学生了解有兴趣的产业，还希望减少少年人做的歪做中失业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